我希望10年後的我讓家裡更加富裕起來，可以治好奶奶的病，可以擁抱我的爸爸媽媽，帶着我爸爸媽媽一起去吃遍全世界的美食。2014年嘅秋天，加拿大文化更新研究中心簡稱文更嘅團隊一行21人嚟到中國廣西山區，喺10日之內到訪12間學校，去探望一班佢哋資助嘅孩子。呢一日，佢哋就嚟到學生牛英昌嘅家。呢度係學生牛英昌一家人住咗12年嘅屋企，月租大約170蚊人民幣。屋企嘅設備簡陋，喺廚房入面只係得一套簡單爐具。佢哋洗嘢需要喺廚房出面嘅露天位置。屋企亦都冇洗手間，廚房就係佢哋沖涼嘅地方。佢哋自己種菜同養雞，一個月就可以慳大約80蚊人民幣嚟俾牛英昌當零用錢。租好一點的房子也沒有錢，就在這住吧，住了還節約一點錢。牛英昌仲有一個家姐讀緊大學，但係屋企只得爸爸一個出外打工，一份收入要應付成個家庭嘅支出，所以牛英昌喺初中畢業之後就要輟學出外打工。牛英昌，那個他姐姐讀書，他先讓他姐姐讀吧。就他自己拖了2、3年。每天想到最多最單純的想法哦，也就是掙錢，掙了錢看家人們要不要的，然後寄回去，再可以自己買幾本書看。懂事嘅牛英昌雖然自願將機會讓俾家姐，但係熱愛文學嘅佢唔可以繼續讀書，對佢嚟講似乎睇唔到未來。喺好絕望嘅時候，佢曾經試過自殺。躺在鐵路上，火車來了，結果那火車停了，你知不知道？我被列車員教導了一番。好彩一次嘅衝動冇令佢失去生命。今年20歲嘅佢，因為家姐即將畢業，屋企勉強可以負擔佢重返校園。而加拿大文化更新研究中心送嚟嘅資助金，令佢唔使再擔心學校嘅生活費。即係你可以睇得出佢嘅環境真係好困難啊！我都即係有少少心痛，點樣可以支持到呢個學生？把這個有理科拆下來，我就拆反面的一點。而牛英昌唔單止好珍惜呢個學習嘅機會，呢個開始對佢嚟講亦都有特別嘅意義。以前的明天是掙錢，現在明天是讀書，可以有自信啦，現在可以有啦。呢一日，探訪隊要去到偏遠山上探望另一個家庭。佢哋由廣西三江城縣出發，經過一個個落後嘅小鎮，行過一條條嘅山路，用咗差唔多1個小時嘅車程，終於到達八江鄉高邁村學生龍柳霞嘅家。接待探訪隊嘅係龍柳霞嘅爸爸同姑姑，但係就唔見媽媽嘅蹤影。追問之下，先知原來媽媽出去深圳打工已經5年，每年過年先至會翻嚟一次。爸爸就留低喺廣西照顧仔女同年老嘅雙親，而喺每年收割期過後，佢就會離開屋企出城鎮打工。辛苦，反正我現在年輕啊，算辛苦也可以啊，不算辛苦也可以，反正我這裡現在還有利息。爸爸就是反正就是上去幫別人運木頭啊，就特別的辛苦，就是可能還有時會冒着生命危險去運的。就是每一次回家，他都會為我做什麼好吃的，有什麼好吃的，他都會留給我什麼之類的。就是有錢也不捨得用，就連一雙襪子都不敢去買，就怕用去太多的錢了。
聽龍柳霞講，爸爸患上腎結石，但係節儉嘅佢唔願意去醫院，只係想留多啲錢俾屋企人，希望仔女可以有書讀。借錢都要給他們讀書，有時借的借，反正我要出去打工的來給又白人家。就害怕有一天他走了，就是那個，就特別的害怕嘛。正正係睇到每一個家庭嘅艱難，文庚由2003年就開始廣西助學工程，至今已經超過1萬名學生得到資助，而每一份微小嘅資助，唔單止減輕父母嘅負擔，亦令呢班孩子終於可以安心讀書。每次領到這份錢的時候，我就有一種想哭的感覺。我就想，這是爸爸媽媽幾天的工錢，爸爸媽媽可以少做幾天的事，可以不那麼辛苦幾天。而文庚團隊每一年嘅親身探訪帶嚟嘅愛，對學生嚟講都有一份特殊嘅意義。他們讓我更加懂得感恩。我覺得不只是親人們愛你們，社會上更有人愛你們。我覺得這個社會是溫暖的。因為佢哋屋企通常都係好缺乏嘅，但係咧佢更加需要咧係建立一份自信，同埋有愛嚟到係關顧佢哋。每一次我哋訪問嗰啲小朋友嘅時候，佢哋都未講嘢就已經喊，都可以睇到佢哋好多嘅傷痛，但係係冇人幫到佢哋去 counsel 佢哋。我記得第一次嚟咧，有學生同我講：個叔叔阿姨，我可唔可以叫你做爸爸媽媽？當時我聽到咧，我都想喊。點解咧？因為咧，你感覺到佢如果對一個咁嘅陌生人咁講咁嘅説話，佢哋係一定係有內心入邊好多故事。當你明白呢啲人嘅創痛，我哋覺得我哋嚟唔係淨係俾錢佢，我哋係要幫助一個醫治佢嘅心靈，俾佢明白啦咩叫做愛。我哋愛佢係，縱使唔係親人叔叔阿姨嘅愛，係無條件嘅，其實係天上嚟嘅愛。通過呢種靈性嘅愛，我哋可以將呢啲人嘅生命逐步醫治，使佢正常返，使佢由好退縮或者好自卑或者係好仇恨，轉變為學會咗去愛其他人。喺中國廣西一座座嘅大山入面，一條條嘅山路係孩子返學同回家嘅路。縱使呢條路可能漫長而辛苦，但係文庚陪佢哋走過10年，有唔少孩子已經揾到未來。喺未來10年，仍然會有一班堅毅嘅孩子，唔怕困難，堅定走向未來。你又願唔願意陪佢哋一齊行喺呢條路上呢？